醫療健康卓越大灣區醫療護送服務大獎。得獎企業係安柏醫療集團有限公司。我哋冇吝嗇，我哋掌聲俾呢啲嘅獎項，同埋有限公司創辦人及營運總監吳柱熙先生上台領獎。安柏醫療成立2022年，係領有政府牌照同非緊急私人救護車服務機構，填補香港點對點醫療護送嘅缺口。好感謝明報頒發卓越大灣區醫療救援服務大獎俾 Amber 安柏醫療集團。作為開創香港首間私人救護車服務機構，我哋 Amber 深感榮幸。安柏醫療一直積極配合國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嘅指導，致力深化大灣區醫療護送服務嘅一體化。透過實際行動，我哋將香港高度國際化嘅專業醫療運送標準延伸至到大灣區，突破地域界限，協助建構兩地醫療轉運樞紐，以民間嘅力量推動落實健康灣區呢個戰略目標。我創辦 Amber 係秉持愛國愛港嘅核心價值觀，肩負起連結香港同埋內地嘅醫療服務嘅重要使命，同時為北上養老同埋居住喺大灣區嘅居民提供點對點一站式可靠嘅跨境醫療護送方案。展望將來，安柏醫療將繼續緊握國家發展機遇，我哋將持續優化救援服務嘅網絡，包括醫療專機、內地嘅香港民航嘅航班、陸路救護車同埋高鐵等等，致力成為守護居民健康權益、促進兩地民生回歸嘅堅實力量，為構建共融嘅灣區，以至響應國家健康中國嘅宏大藍圖，貢獻應有嘅專業力量，實現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多謝。